放不了，今天和嘛只带了一个，那个放到家里面没拿，今天够我拿了今天。这红布，然后是做马车，台中，然后西方做马，红布在前面，大红布。在就来了。刹得住了。哦，小米的那个升级那个自己升级的。
是。这散热的，风扇。好热吗？我还带了这个散热的。不错。拥挤了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是小罗。
好。
你看2个人。你也没跳。走我的部队。这，你看他们在群里有，新来的，新发过来，没在群里边是吧？寂寞的歌本被轻轻地在天气中，传把生活生要出来，爱的情就更奢求。
啊，同一边走的嘛。你要会赶着走啊？啊，好久呢？但是我之前你在说是有个拉区的那个嘛，啊，拉区啊，拉区他们19号要在宽边巷子。啊，我想对拉区的服装安逸得很。哦，拉区服装好难得。他不晓得，本来说今天来这儿来跳舞的嘛，是吧？没来的嘛，我看那个王球多嘛，他们还没到。我觉得不想走，我就等下拉区的。29、20、21，他们这儿肯定他们要到这儿来跳。哦，他本来说是17号的，今天他今天还没来，估计要延了2天。因为为啥落场嘛，估计要来，他们因为他们提前要报备，演出要报备，好，要给你工地。
re so ka ta sa ka yo ni je sa re ro chong che sa ra ta ko che ta la son ko me je cha yi son se ta la son ko me je cha yi son
点闷噻。上次8块8块。红伞。好热呀！这个电小风扇吹。闷热的嘛，下雨不，所以暴雨，暴雨，看一下，会不会下？选给你。没说下雨啊。
衣服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觉得啊？真的最想考那个大车。我就说这些。我不是，这给我哈，这给你喝。
我
钞票啊？真没用嘛？有点用啊。有红伞。对。
没钱耍，就在屋里耍。睡瞌睡哦，不瞌睡。这两天在睡瞌睡，没出来耍。昨天下午也在。哎，今天有点睡瞌睡。我昨天来了的嘎。来的啊，哦，昨天没来，昨天来了的，来了。昨晚来了的。嗯。昨天你请那个罗马来啊，请罗马后来。啊，又转来了嘛？在这儿嘛，在境外里面。啊。昨天我们去电。喂。嗯。没有，我这充电。过来嘛，饭，快。李小乖。好个，好热哦，这肚子全是水，是不是啊？他肚子下有。最后取了好像是。啥区啊？最后一收了。哦，最后一区嘛，啊，好像是最后收了。哎。哎呦，你看烦了。啦。那个是给谁的？那个很直的。有朵鲜花的嘛？不知道哎。很小一坨的。欢，赶紧今天还拍视频？这不要去补课吗？不是啊，我明天就这完事。要考试吗？啊。考的跟他们两个。明天就这个。啊？连圈。我不知道去哪。你星期六今天补课不？不好呀。不补，还没补起来嘛？你考去干嘛了？还没补起来嘛？昨天你啊？好可爱呀！呵，这会儿嘛，转嘛。
哎，我那个里面是够了。下面，有点油，有水，好，谢谢。明天带他吧。喝杯水。我这儿有个嘛，我这儿有一瓶嘛，我有一瓶，我有半瓶没喝完，给了给我的嘛。够了，我去喝了，我等会儿给妈妈喝点水。小李叔拍视频。去拍嘛，没影响吗？走，我们到那个龙。他们那儿有影响。等一下。合拍嘛，拍，拍什么？他们在旁边就调啊，没办法，这儿要关灯了，这儿我有灯了，赶紧拍了。我晓得我是。好，先拍全了。我也要给你拍个颜色。我给他拍了。我朋友，谢谢。3点半。